歡迎大家收睇2025年6月22號星期日沙田馬場草地 A 跑道一共11場賽事嘅賽馬貼士。今日嘅停賽騎師係黃志雲，今日嘅停賽復出騎師係董明朗。今日嘅頭4口馬鐵都係冇多寶獎金，預計派彩每日後200萬。第5口馬鐵多寶獎金係100萬，預計派彩800萬。第6場同埋第8場嘅4重彩及4連環將會有100萬嘅多寶獎金。頭場賽事嘅開馬時間係黃昏4點鐘。第一場賽事4班草地1000米隻路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1號標誌極光、8號駿馬之曲、4號鴻圖新星同埋13號攬雀夜。第2場賽事5班草地2000米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3號暴風雷、2號波爾多、7號紅望繽紛同埋9號武林至尊。第3場賽事係今日嘅第1口3鋪嘅頭關，4班草地1200米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2號魯班精神、5號金創福威、9號幸運愉快同埋1號百盡福星。第4場賽事4班草地1600米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4號火焰閃力、2號光明傳承、13號海船幸運同埋10號旋風傳奇。今日嘅3T 將於第5、第6、第7場冇多寶獎金，預計派彩200萬。第5場賽事4班草地1200米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2號火悟空、5號白路金剛、1號熾烈神驅同埋13號同喜。嘅6環彩將於第6至第11場6寶獎嘅多寶獎金係380萬，及派彩1000萬。第6場賽事國際三級賽精英杯草地1400米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6號爆撞天象、1號永遠美麗、3號賢者無敵同埋4號越盡歡欣。第7場賽事4班草地1400米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8號賢者威風、3號做好自己、2號跑得好快同埋11號前程萬里。第8場賽事國際三級賽精英碟草地1800米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4號安晴、2號禪聖輝煌、8號和平波同埋10號有目共賞。第9場賽事係今日嘅第2口3鋪嘅頭關，3班草地1200米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
4號何好運，2號星月飛雲，13號寶駿同埋12號擺靚王。第10場賽事，3班草地1600米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9號鐵金剛、8號閃光燈、5號幸運派彩同埋13號加州勇勝。今日嘅每場賽事嘅預計開跑時間係晚上9點20分。第11場賽事，3班草地1400米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9號綠野飛馳、7號南區之星、12號紫荊拼搏同埋2號大浪淘田。